我係 YT 啊，好啦，咁今次咧就同大家咧嚟到咧呢一個 K11Mall 嘅呢一個商場啦。咁啊地下位置呢度咧就睇一個星之卡比嘅一個 pop up store。咁啊喺我身後面咧就係呢個星之卡比嘅呢一個 pop up store 啦。咁啊究竟裡面有啲乜嘢睇，有啲咩買呢咁樣？事不宜遲啦，同大家入去望下先咧。好啦，咁啊，而家咧入到嚟呢一個商場嘅地下中庭位置啦，咁啊有一個嘅 pop store 星之卡比嘅 pop store 啦。好啦，望一望翻先，因為我印象記得咧，上次星之卡比咧嚟香港搞 pop store 咧，我冇記錯，好似係差唔多2年前嘅事啊。如果印象冇記錯啊，咁我要睇翻我之前拍片嘅 record 啊。好啦，咁啊望一望翻先，咁今次星之卡比咧個 pop store 咧，嗱，如果我以翻之前嚟過以前1年定2年前嚟過類似 pop store 嘅印象咧，好似今次咧我眼見咧，好似嘅一啲嘅 product 咧，好似比今次係好似再多啲嘅。我一望先嚟，咁啊，呢個毛公仔啦，鎖匙扣啦，都好得意喎，呢隻卡比。咁然之後咧，咪有一啲盲盒啦，哇！呢個估唔到，連八達通通套都有喎，癲喎！然之後下面咧，有啲實用性嘅嘢，file啦。係啦，咁啊，都係毛公仔嘅嘢，但係呢啲比較得意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如果中意公仔嘅朋友啦，咪可以嚟下呢一個位置，全部都係啲鎖匙扣啦，公仔嘅嘢比較多。呢度好多 puzzle 啊，咁啊有一啲立體嘅 puzzle 啦，咁啊呢度有咧2款立體 puzzle。我以前有砌過啲類似嘅立體 puzzle， 不過就唔係星之卡比其他嘅動畫卡通嘅系列啦。咁啊呢度有啲300塊、500塊、208塊都有得咁零丁嘅數字。208塊係啦，咁啊呢一款咧就係咧咁啊 display 咗嘅其中一款208塊嘅呢一款，咁上面都係啲立體 puzzle 啦，呢啲係較為的色少少啊，加埋個盒喺外面添喎，呢個都係立體 puzzle 啊，仲要係 3D 嘅嗰隻立體啊，好，咁啊下面仲有啲1000塊以上嘅 puzzle 啦，咁當然啦，呢度除咗公仔啊 puzzle 之外，仲有其他啲嘅周邊嘅一啲嘅 product 啦。咁當然啦，周邊產品方面當然點少得啲實用性嘅啲周邊產品咧。咁啊有一系列嘅一啲水杯啦，無論玻璃杯、啲保溫杯啊都有，杯墊都有。臨近年尾啊，咁當然啦，每次即係大概接近年尾嘅時間啦。咁咧，無論任何嘅品牌啊，或者任何嘅一啲嘅牌子 product 都好啦，都會出一啲嘅第2年嘅年曆月曆嘅，呢度都有啊。呢度啦，咁啊亦都除咗有周邊之外，亦都有一啲星之卡比嘅 Switch 嘅一啲嘅 game 啦。嚟緊咧25年嘅11月20號咧，就會發售一隻新嘅 game 啦。
啦，咁啊同大家咧咪行完呢一個星之卡比嘅呢一個香港 Pop Store 啦。咁啊嗱其實好老實啦，佢咧係我自己個人覺得係好似比起上一次我嚟行星之卡比 Pop Store 嘅時候咧，我唔記得上年上2年啦，其實真係好係多咗嘢睇同多嘢買嘅。周邊方面咧，除咗一啲玩味性嘅嘢之外，實用性嘅嘢咧，好似比上次嚟行嘅時候咧，已經係再多咗嘅。所以其實今次如果你話中意星之卡比嘅朋友嚟行咧，係應該會滿載而歸㗎，係啦。咁啊嗱，今次呢一個 Pop Store 啦，就由呢個月嘅月中開始啦，咁去到10月14號嘅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咧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嚟到 K11 Mall 呢一個嘅位置去行下呢一個 Pop Up Store 啦。我今次條片同大家行到呢度先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嘅 CLSS 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翻我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